想象一下，一個喺銀幕上面帶俾全香港甚至全亞洲幾千萬人無盡歡笑嘅喜劇之王，喺私底下竟然被一份長達200頁嘅秘密舉報信徹底改變咗佢嘅下半生。呢份神秘嘅舉報信唔單止將佢擋喺加拿大嘅大門之外，仲引爆咗一場長達8年打到去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嘅世紀官司。更慘嘅係，呢場官司嘅餘波仲將佢推向咗香港影壇最狂暴嘅風口浪尖，令佢同昔日對佢有知遇之恩嘅向氏家族徹底撕破臉。多年之後，向家少爺向佐喺一次訪問入面用咗一句極之耐人尋味嘅說話，踢爆咗呢場恩怨背後嘅冰山一角。究竟呢份高達200頁嘅舉報信寫咗啲乜嘢？背後隱藏住乜嘢人嘅利益算計？邊個先係將周星馳逼上絕路嘅真正幕後黑手？今次我哋就用最真實嘅歷史檔案、法庭判詞同埋圈內人嘅一手爆料，揭開呢段隱藏咗幾十年嘅影壇血淚真相。故事要由1992年講起。嗰一年喺香港電影史上被稱為周星馳年。喺嗰年，香港票房最高嘅首5部電影全部由周星馳包辦，包括《審死官》、《家有死事》、《逃學威龍2》、《武狀元蘇乞兒》同埋《鹿鼎記》。嗰陣時嘅星爺年僅30歲，可以話係紅到發紫，風頭一時無兩。但係喺呢個事業最頂峰嘅時刻，周星馳心底裏面卻有一種極度嘅不安感。90年代初嘅香港影壇，表面上金碧輝煌，但私底下卻係黑影象象。黑幫勢力滲透電影圈，洗黑錢，用槍指住演員個頭拍戲，甚至強搶底片嘅新聞屢見不鮮。為咗尋求一個安定嘅後路，周星馳喺1992年正向加拿大駐香港領事館提交咗移民申請。當時嘅周星馳以為憑自己無可替代嘅知名度、龐大嘅財富同埋清白嘅個人背景，要攞到一張加拿大嘅楓葉卡，簡直係易如反掌。然而佢萬萬估唔到，呢個看似順理成章嘅移民申請，居然會成為佢人生入面噩夢嘅開始。1993年，加拿大移民局突如其來咁拒絕咗周星馳嘅申請，理由非常直接而且震撼。移民官認為周星馳同香港嘅黑道幫會新義安有住密切嘅聯繫，懷疑佢涉嫌利用電影拍攝幫黑幫洗黑錢。呢個消息對當時嘅周星馳嚟講，簡直係晴天霹靂。周星馳完全無法接受呢個罪名，佢立刻聘請咗加拿大最頂級嘅律師團隊，向加拿大移民覆核委員會提出上訴。正正係喺呢場上訴嘅過程入面，一份長達200頁嘅秘密舉報文件首次喺法庭嘅機密檔案入面浮出水面。呢份文件唔係普通嘅匿名信，而係一份匯集咗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機密報告、加拿大情報部門調查結果以及多名影壇內部匿名人士供詞嘅龐大卷宗。呢200頁嘅內容入面，詳盡咁記錄咗香港幾間大型電影公司嘅股權結構、資金流向同埋幕後操盤人嘅背景。而呢份舉報信嘅核心焦點，全部直指周星馳當時簽約嘅電影公司，由向華強、向華勝兄弟一手創立嘅永盛電影公司。舉報信入面列舉咗大量細節，指控永盛電影公司背後嘅控制人同新義安有不可分割嘅親緣同利益關係。而周星馳作為永盛嘅當家王牌，喺幾年時間入面幫永盛拍咗賭俠、逃學威龍、唐伯虎、點秋香等大量極之賣座嘅電影，每部電影幾千萬嘅現金票房，被舉報信指控為幫黑幫清白化非法資金嘅工具。周星馳嘅律師團隊喺法庭上面竭力辯護，指出周星馳只係一個靠演技食飯嘅專業演員，佢簽約永盛拍戲純粹係商業僱傭關係，佢個人從來冇參與過任何黑幫活動，更冇任何刑事犯罪記錄。律師甚至強調，喺當時嘅香港影壇，演員根本冇得選擇，唔簽大公司拍戲就可能會面臨人身安全威脅。周星馳本身甚至可以話係黑幫壟斷影壇之下嘅受害者。然而，加拿大法官嘅態度卻異常強硬。加拿大聯邦法院喺審理呢宗上訴案嗰陣時指出，移民法案嘅門檻極高，移民局不需要證明申請人確實犯罪，只需要有合理懷疑申請人同犯罪組織有利益關聯，
就可以拒絕。加拿大當局認定周星馳喺明知永盛背景嘅情況下，依然長期同其保持密不可分嘅商業合作，並從中獲得巨額經濟利益。呢種行為喺法律上面已經構成咗實質嘅關聯。周星馳唔甘心被扣上呢個黑鍋，佢選擇咗同加拿大移民局硬碰硬，一打就係打咗8年，由1993年被拒，到1996年再次上訴，再到1998年聯邦法院開庭，最後一直打到2001年。喺呢8年漫長嘅官司入面，周星馳花費咗數以千萬計嘅律師費，一次又一次咁提交證據，試圖證明自己嘅清白。然而喺2001年，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做出咗終審判決，駁回周星馳嘅上訴，維持原判，終身拒絕佢嘅移民申請。呢一場打咗8年嘅官司輸到尾，唔單止徹底打碎咗周星馳嘅移民夢，仲將佢同向氏家族嘅關係推向咗一個極之尷尬而且危險嘅境地。因為喺整場官司嘅過程入面，周星馳嘅律師為了幫佢脫罪，不得不喺法庭文件上面將矛頭指向永盛電影公司同埋向華強，詳細陳述咗向氏家族嘅背景，試圖將周星馳塑造為一個被逼無奈嘅受害者。呢種做法喺向家眼中，咪即係為咗自己洗白，將恩人推落水。永盛電影公司同向氏家族對於周星馳嚟講，究竟係乜嘢角色？時間倒退返去80年代尾、90年代初，當時嘅周星馳雖然憑住賭聖一炮而紅，但喺嗰個黑幫橫行嘅年代，一個冇背景嘅小演員，好容易就會被各種勢力榨乾剝削。向華強同向華勝嘅永盛電影公司喺當時以極高嘅效率、強大嘅背景同埋優厚嘅資源，將周星馳招攬入麾下。喺永盛嘅庇護之下，周星馳確實獲得咗一個相對安全嘅創作環境，拍出咗一部又一部奠定佢影壇地位嘅經典作品。但係商業合作嘅背後，往往隱藏住利益分配嘅不公。當時圈內一直有傳聞，周星馳喺永盛拍戲，雖然電影票房步步過千萬，甚至破紀錄，但周星馳自己拿到的片酬卻相對微薄。隨住周星馳對電影主導權嘅追求越來越高，佢不再滿足於只係做一個聽話嘅演員，佢想要自己做導演，自己掌控劇本，自己分配利潤。這種個人野心同舊有合約體制嘅衝突，早已喺私底下埋下咗炸彈。而加拿大移民官司嘅敗訴，成為咗引爆呢個炸彈嘅最大導火線。喺官司結束之後嘅幾年裏面，周星馳同向家嘅關係降到了冰點。周星馳開始成立自己嘅星輝海外有限公司，全面擺脫大公司的控制，自編自導自演咗《少林足球》同《功夫》，喺全球大獲成功。然而，雙方喺私底下嘅恩恩怨怨，卻喺2014年爆發咗一場轟動整個華人娛樂圈嘅世紀大罵戰。2014年，網絡上面忽然出現咗一篇長達5萬幾字嘅文章，題目叫做《為什麼這麼多人黑周星馳》。呢篇文章以極之詳盡嘅筆觸回顧咗周星馳嘅一生，其中有一大段落專門提及咗當年周星馳移民加拿大被拒嘅內幕。文章內容直指，當年周星馳移民被拒，完全係因為向華強嘅黑幫背景拖累咗佢，甚至暗示當年向家喺幕後做咗手腳，特登阻撓周星馳移民，目的係為了繼續留住呢只會生金蛋嘅母雞，逼佢繼續幫公司拍戲。呢篇文章一出，立刻喺網上引發咗海嘯般嘅討論。呢篇內容極度敏感嘅文章，徹底激怒咗向華強嘅太太陳嵐。向太隨即喺社交平台同媒體面前展開咗史無前例嘅猛烈反擊。向太公開向周星馳發出最後通牒，限佢喺10日之內向公眾澄清文章內容唔係佢指使寫嘅，否則就會揭穿周星馳嘅真實面目。向太喺接受訪問嗰陣時，爆出咗大量震撼性嘅內幕。佢指責周星馳性格孤僻、貪錢、忘恩負義，甚至指控周星馳喺當年合作期間，趁住向家不在家嗰陣時，偷偷攞走咗屋企幾支名貴嘅紅酒同埋工具。向太仲公開呼籲影壇嘅其他從業員出嚟講句公道話。一時間，多位影壇大哥級人物如王晶、李修賢、文文等人
都紛紛站出來發言，其中唔少人都指責周星馳喺人際交往同利益分配上面確實存在極大嘅問題，話佢雖然係個天才演員，但絕對唔係一個好相處嘅朋友。面對向太雷霆萬鈞嘅控訴同埋半個娛樂圈嘅圍剿，周星馳嘅反應卻出奇地冷靜，甚至可以話係近乎冷血嘅沉默。由始至終，佢冇回應過一句話，冇發過一份聲明，任由外界風吹雨打，佢依然埋頭喺佢嘅電影創作入面。周星馳嘅呢種沉默喺支持佢嘅影迷眼中係大智若愚，不屑解釋，但在向家眼中卻係一種極度傲慢同埋心虛嘅表現。就在這場恩怨糾纏咗幾十年，外界眾說紛紜之際，向華強同向太嘅兒子向佐喺多年後嘅一次公開訪問入面，講咗一段非常微妙而且深刻嘅說話。當時記者問及向佐點樣睇周星馳同佢父母之間的恩怨，向佐冇像佢媽媽咁情緒激動，反而非常平靜咁講咗呢麼一句話：喺電影藝術上面，佢絕對係一個不可多得嘅天才。我父母到今日都承認佢嘅才華，但係喺做人同處理利益上面，佢選擇咗一條只屬於佢自己嘅路，呢條路注定佢身邊唔會有朋友。向佐呢一句話可以話係一針見血咁揭開咗向家同周星馳徹底撕破臉嘅真正真相。呢個真相唔單止係表面上嘅幾支紅酒、幾多片酬，或者係一篇網絡文章咁簡單，而係兩種截然不同嘅人生哲學同埋處世價值觀嘅劇烈碰撞。向家作為舊時代香港江湖同影壇嘅重鎮，講求嘅係江湖道義、幫派秩序同埋兄弟情誼。喺向家嘅邏輯裏面，我喺你最微時捧紅咗你，喺最混亂嘅年代保護咗你。你成功咗之後，就應該講義氣、重感恩、尊重這個圈子嘅遊戲規則。但係周星馳本質上係一個極度偏執、追求完美的孤獨藝術家。喺周星馳嘅邏輯裏面，我嘅成功係靠我個人天馬行空嘅才華、日以繼夜嘅努力同埋對電影極致嘅苛求換嚟嘅。利潤分配應該按照商業規律同埋藝術價值嚟算，而唔係靠舊時代嘅江湖人情嚟勒索。當周星馳發現自己嘅才華被舊有的體制同埋利益集團束縛，甚至因為公司的背景而導致自己人生規劃、移民徹底毀滅嗰陣時，佢選擇咗最徹底嘅切割。佢唔想再欠任何人嘅情，亦唔想再同任何江湖背景有任何牽扯。這種價值觀嘅不可調和，加上雙方喺利益上面嘅巨大分歧，注定咗佢哋最終只能走向決裂。但係返去最原始嘅問題，嗰封改變咗周星馳一生、長達200頁嘅秘密舉報信，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嘅幕後黑手？多年嚟，坊間一直有3個不同嘅推測版本。第一個版本，亦係最多影迷懷疑嘅版本，就係影壇競爭對手舉報說，喺90年代初，香港電影業每年的票房總額高達數以億計，周星馳一個人就佔據咗極大嘅票房份額。周星馳嘅作品步步大賣，直接擠壓咗其他電影公司同埋製片人嘅生存空間。有傳聞指，當時有競爭對手眼見周星馳準備移民加拿大，一旦佢移民成功，可能會將資金同事業重心轉移海外，或者加入海外嘅電影資本。於是有競爭對手聯合咗某些勢力，向加拿大移民局提交咗一份極之詳盡嘅黑材料，目的就係要將周星馳死死咁困喺香港，或者摧毀佢嘅商業聲譽。第二個版本係內部利益集團背叛說，呢個說法認為舉報信入面能夠包含咁多永盛內部極度機密嘅財務數據、合約細節同埋資金流向，普通嘅外人根本不可能拿到，只有極少數能夠接觸到公司核心財務同埋法律文件嘅內部高層或者離職人員，先至有能力提供如此詳盡嘅200頁檔案。呢啲人可能係因為利益分配不均，或者喺公司內部鬥爭入面失敗，於是選擇咗向加拿大警方同移民局舉報，試圖一石二鳥，既打擊公司又摧毀周星馳。然而，根據近年越來越多解密嘅加拿大法庭檔案，以及資深傳媒人嘅分析，第三個版本時代體制與情報機構獵殺說，先係最接近歷史真相嘅答案。事實上，
喺1989年至1997年呢段特殊嘅歷史時期，香港面臨住龐大嘅移民潮。加拿大、澳洲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於來自香港嘅移民申請審查極度嚴格。當時加拿大皇家騎警 RCMP 同埋加拿大安全情報局 CSIS 喺香港設立咗龐大嘅情報網絡，專門調查香港黑幫向北美轉移資金同埋洗黑錢嘅活動。當時嘅加拿大政府正需要尋找一些極具社會影響力嘅標杆人物嚟殺雞儆猴，向外界展示佢哋打擊黑幫、洗黑錢嘅決心。而周星馳作為當時全亞洲最知名、票房最高，同時又簽約喺有背景爭議嘅電影公司旗下的超級巨星，不幸咁成為咗加拿大情報部門最完美嘅目標。嗰200頁嘅舉報信其實唔係某一個特定嘅個人喺背後下毒手，而係加拿大情報部門、香港警方政治部以及多個國際執法機構喺多年監控香港影壇資金流向過程入面所匯集而成嘅一份龐大調查卷宗。這份卷宗匯集咗當時多個匿名舉報人嘅供詞、媒體報道、警方監聽記錄以及公司財務報表。對於加拿大當局嚟講，佢哋根本唔喺乎周星馳個人係咪一個純粹嘅演員，佢哋只需要用周星馳嘅個案向全華人社會傳達一個明確嘅信號：任何同黑道資金有牽扯嘅人都別想將資金同人頭轉移到加拿大。周星馳實質上係成為咗嗰個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江湖恩怨、商業博弈同埋國際政治法規交織嘅犧牲品。這封200頁嘅舉報信同埋呢場打咗8年嘅官司，徹底重塑咗周星馳嘅後半生。如果當年周星馳成功移民加拿大，佢嘅人生軌跡可能會完全不同。佢可能會像許多90年代嘅香港明星一樣，漸漸淡出影壇，喺溫哥華過住安逸嘅退休生活，或者嘗試打入荷里活。但係正係因為移民路段、官司徹底打輸，身邊嘅朋友同合作夥伴一個又一個離佢而去，甚至同昔日嘅恩主徹底撕破臉。呢種絕境反而將周星馳逼上咗另一條極致嘅藝術道路。既然無路可退，佢選擇咗將自己完全封閉喺電影嘅世界入面。喺2001年移民官司最終敗訴嘅同一年，周星馳推出了佢籌備多年嘅少林足球。呢部電影喺香港打破咗歷史票房紀錄，橫掃香港電影金像獎，更加喺全球範圍內引發咗狂熱。隨後嘅功夫更加係將佢嘅個人電影美學推向咗巔峰，獲得咗荷里活、哥倫比亞影業嘅全額投資，成功打入全球主流市場。佢用電影入面無厘頭嘅笑聲掩蓋咗現實生活入面所有的無奈同悲傷。喺功夫入面，那個身處底層想加入黑幫卻永遠不得其門而入，最後選擇打爆黑幫嘅阿星，何嘗唔係周星馳現實人生嘅一種自我投射同埋宣洩？如今嘅周星馳已經年過60，滿頭白髮，佢依然單身，依然孤獨。身邊曾經同佢並肩作戰嘅搭檔吳孟達已經離世，昔日嘅合作夥伴一個個同佢老死不相往來，向家同佢嘅恩怨也成為咗歲月入面嘅過眼雲煙。當我哋重新回看呢段歷史，那一封長達200頁嘅舉報信，嗰場打咗8年嘅官司，向太嘅猛烈控訴，同埋向左那句佢身邊注定冇朋友嘅評語，共同拼湊出咗一個真實而又殘酷嘅周星馳。佢喺銀幕上面演活咗無數個小人物嘅英雄夢，帶俾咗幾代人歡笑。但在銀幕之下，佢卻被時代嘅暗流、商業嘅算計同埋人性的複雜緊緊包圍。或者正如佢喺《大話西遊》入面那句最經典嘅台詞一樣，外界睇佢永遠都像睇一條狗一樣，而佢睇外界只不過係一場過眼雲煙嘅大夢。幕後黑手究竟係邊個？喺幾十年後嘅今日，似乎已經不再重要。重要嘅係那段動盪混亂嘅舊時代已經過去，而周星馳用佢嘅孤獨同寂寞，為華語電影留下了最璀璨、最無法被複製嘅傳奇。